大家好啊！今日係4月28號。尋日拍嗰個視頻，好多人講拍得冇清楚。今日紅橙哥再換過一台手機嚟重新拍一次俾大家睇。調個鏡頭啊！嗱，呢啲夠清楚未？呢時頂個好大粒噶啦，大細係一樣噶喎，冇咩翻花嘅吓，冇烹飪噶嗰啲果。呢啲全部係都比較早啦嚇，呢啲冇烹飪嘅時頂果。我哋呢啲啊打咗3次撞果浪嘅，睇下啲果幾烹飪啊，粒粒一樣嘅。影啲俾大家睇下，我哋打撞果浪嘅果咧，會大得好快嘅，而且果形係相當端正嘅。未備好嘅朋友可以揸緊時間備好啊！一包兌水3000斤嘅，一包兌水1000斤。